咁我哋結婚交換戒指嗰陣應承過大家，無論疾病抑或健康，都會愛對方、照顧對方噶嘛。生死有命，如果嗰日真係要嚟到嘅，咪由得佢嚟咯。而家最緊要咧就係把握現在。況且我覺得嗰日我有排都未到㗎，大把病人等住我睇啊！我今晚仲要按 call。我今晚都要按 call，我陪你。喺今後嘅日子，無論富貴貧窮、快樂悲傷、亦或疾病，我都願意一生一世咁愛你、守護你，終身不渝。或者轉折漸太多遺忘，怎擁抱你？或者勇敢偏已斷氣。我個心願係組織一個完美嘅家庭，直到我遇到你。所以當初發現自己有咗個 BB， 我覺得好開心，因為可以同你有 BB 係人生最完美嘅事，亦都係我最終嘅理想。只係估唔到事情會發展成咁。你呢段片段嘅時候，媽咪走咗1年嘅。如果你悶嘅時候，可以嚟搵媽咪傾偈㗎。唔係開心嘅時候，記住過嚟同媽咪講啊，知唔知啊？媽咪聽到㗎。媽咪知道嘅。你要同爹哋傾多啲偈，知唔知啊？你要代替媽咪好好地照顧佢啊，知唔知啊？媽咪其實好唔捨得你同爹哋嘅。我只係覺得，全世界嘅父母都可以為咗自己嘅仔女啲咩？我真係好心痛，你放心啦，我會陪你走落去。魚仔，你醒啦 ？BB 啊 ，BB 冇嘢。天空也在場，然後這一張呼吸太無常。